嗱，自建房嘅轉中流程你都唔清楚嘅話呢，俾人呃咗你都唔知，分分鐘斷中。首先第一步，重新開個線，確認中頭嘅位置。第二步，移動一部中機去到中心位置。第三步，裝上中機嘅中頭。開挖之前要等師傅挖咗個泥漿坑出嚟先，通往隔籬嘅泥漿池。當所有嘢都準備好之後，你就可以開始轉中啦。你會見到啊，中頭一直喺度轉嘅過程中，你會發現一個神奇現象，就係佢會有泥漿跑出嚟嘅。咁呢啲泥漿又點樣形成嘅呢？中頭佢係連接住呢條中軸嘅，而中軸連接翻黑色條管道，佢係通自來水嘅。所以你個中頭就一直都有自來水湧入嚟，然之後水同埋泥結合埋一齊，咁就變成泥漿跑晒出嚟啦。呢個就係水下樁嘅基礎原理。咁跑晒出嚟嘅泥漿就會通過啱啱挖嘅泥漿坑流到去泥漿池裏面。咁泥漿池嘅上邊佢會有一個泥漿泵。咁呢個泥漿泵你會見到係咪連住一條管道啊？而呢條管道一直通去出邊嘅泥漿車，泥漿裝滿就會拉走。喺轉中嘅過程中另外一個師傅就會同時間製咗呢個中機鋼鐵籠。呢個鋼鐵籠就係大家平時聽得比較多嘅豬籠。轉中到位咗之後呢，就可以將中軸管同埋轉中頭卸出嚟，後面呢，就可以開始套呢個混凝土輸送管啦。呢個輸送管係幫助我哋將啲混凝土輸送到去中嘅底部嘅。後邊呢步就比較重要啦，就要喺輸送管外邊套翻我哋啱啱製作嘅豬籠。但大家一定要記住豬籠嘅深度一般會少於中體嘅深度，所以喺落豬籠嘅時候，一定要記得將豬籠嘅頭部鋼筋臨時固定喺地面上邊，唔係你個豬籠好容易就跌到去樁嘅底部，執都執唔到。安排水泥車入船，呢一步就係將混凝土逐啲倒落去呢個輸送管道。因為混凝土嘅密度同埋重量會比你嘅泥漿要更加大，所以一倒落去，樁體裏邊嘅泥漿就會全部跑晒出嚟，去到隔籬嘅泥漿池，然後泥漿泵又會再次啟動，輸送翻去出邊嘅泥漿車，如此類推咁樣一條一條樁就會全部灌滿晒混凝土。當然如果你屋企喺巷仔裏面就要用到呢種中轉車，一般2部車。呢個就係自建房水下樁嘅完整施工流程。對於首次起屋嘅小白嚟講，一次未必睇得明，所以我建議你收藏呢個視頻睇多幾次，你就明嘅啦。